其實我哋每日寫嘅中文字就係一張張神奇嘅尋寶圖，每一個字入邊都收埋咗古老嘅故事同埋智慧。例如家呢個字個寶蓋頭就好似一個屋頂，下面有個始字，始就即係小豬。呢個字話俾我哋知，喺古代有屋住，有牲畜，就係一個溫暖嘅家啦。再睇下個順字，左邊係人，右邊係賢。呢一個字話俾我哋知，一個人講得出嘅說話一定要做到，咁先算係誠信。每一個筆畫都聯繫咗我哋5000年嘅中國文化。學硬筆書法就好似做一個文字探險家，佢有3個神奇嘅意義。第一個字係靜，安靜嘅靜。當我哋一筆一畫好專心咁寫字嘅時候，我哋個心就會慢慢咁樣靜下來，好似平靜嘅湖水咁。呢個可以訓練到我哋嘅專注力。第二個字係美，美麗嘅美。將個字寫到端正，就係喺度創造緊美麗。呢個係培養緊我哋嘅審美觀。第三個字係禮，禮貌嘅禮，字如其人。將個字寫到工工整整，就好似着得乾乾淨淨咁，係對睇字嘅人一種尊重，亦都係一種好習慣。所以我哋今日學硬筆書法，唔單止係寫字，更加係一場靜、美、禮嘅修煉啊！希望大家以後寫字嘅時候都會細心留意呢一張神奇嘅尋寶圖，諗下每一個字嘅意義。